一个，免惊。听到没有？咱这个开场，咱这个开场足辛苦的呢。我嘛感觉，讲一个故事爱讲几啊届，我来甲你讲顶一集讲过，咱这会受着纠缠吗？主管你是要拜拜去坐坐咧？主管带赛，我来讲，主管甲阮万食掉，对啊，所以阮这个所在一直无乖。啊，原来是安尼。你知就练伫咧台积电内底，台积电台积台积电，电路，台积电，台积电是啥物啊？我讲念我着。今日头一摆想着爱用台语念呢。哦，这名这念出来敢爱避掉，应该是免。他边阮这个开场吼，拄着真侪困难。我拄则是足欢喜的消过一遍了，啊，即摆向就是无去啊。再来一届，搁要加一届，再来一届。那你讲一遍啊？问一步。是我先讲的哦，我袂记啊。拄则你讲的啊。哦，我对，我是咧想讲。拄则明仔你问阮讲，阮的批烫肯定。对，你的批烫咧，而且四界找无呢。对。我掠准讲有一个迄个毛菜的箱仔内底缀出个。阮就想讲，伊是咧讲啥物批，结果伊就开始表演，伊就是讲，哎呀，就一个汤啊，去查嘛，你拿来，咱是毋是在录音？拿来讲来，今日抽到即张是屏东的林小姐吼，屏东的林小姐吼，讲伊足介意阮的节目哦，多谢。吼，啊！伊讲伊最近生囝，拢咧听咱即个节目吼，听黑白边，心情足欢喜的。哇！你个变啊！我个看你使变偌久啊！啊，有一张批，结果咧，也无批会共骗啊！讲啥物要念观众朋友写的批？对啊，伊个讲伊就是写 email， 我讲哈 email 是啥？开始写，阮的 email 拢无。原来是 Messenger。对，就是你哦，阮即摆有开一个新的，就是 Google 的表单。哦。因为有人就是毋知影讲批要写去倒，是真正有写实体的批来。系啊，我就想讲爱写实体，毋则有感情。实体的批，而且迄个是下过海的哦，下海来的，真的。国外观众朋友。妹啊写的，因为伊真是一个出细汉妹啊，伊讲因老爸老母无互伊手机啊。哦，伊伫国外，所以写批来。对，而且大家拢知影讲写，就是去 Google 面顶找公司台语台，还是怎啊？你著写讲要小编，就真正会收着来阮遮。哦，好，安尼我以后无代志就写批来叫互恁安尼。无问题。到时候无寄你就死啊！恐怖。每一集拢爱讲妹啊，阮的批伫倒位啊？你搁讲一遍，要叫啥？妹啊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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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爱接哎呦，歹势我佫无接着。算了，咱安尼先开始，还得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消解一寡生活上的讲台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。到底要欢迎几届呢？你要讲我是台南妹啊！哎呦，阮拄则其实已经有排练过咧，是唱的哎呀伊就是爱接上尾一句哎呦，啊拢无接到，从来无成功过，个电工嘛是无成功，歹势。到底是安怎呢？啊，都袂喊咩？对啊，阮就受心肝。袂歹，即句袂歹。有吼。阮拄则有分享到，就是咱顶一集有讲到真济，就是无想要做媒啊，还有就是即个普遍即个社会上讨厌女性的即个部分。对。顶礼拜阮这分做2集。哦，好 OK。顶礼拜一集，后礼拜一集。OK。听众朋友就毋是听众朋友。送啊！阿优就有讲到讲，你咧做台语的时阵会拄到的问题，所以阮即摆就要来问你即个问题啊。阮放伫第2集，阮感觉已经有故事真济，他讲无到第3集啊，阮无遐济钱啊哈。时间集一个。对，就是你做台语以来拄过上大的困难是啥物？其实我感觉就是做啥物代志拢共款，就是重点就是你一定会受到别人可能像讲甲你怀疑，你即个权威的形象。你敢有即个权威形象？像讲我定定咧演讲的时候，我问大家讲，你即马头壳内底，我甲你讲，台语顾问来你出现的画面是一个啥物款的人？我毋敢讲。你毋通遮敏感，甲迄个名讲出来，你毋通遐敏感好无？
对，来我甲你讲，通常大部分的人想到拢是一个可能是挂金丝目镜，男性，一定主要可能是男性。对啊，穿靴子，啊，可能有血啊，对，有血啊的男性，黑色的西装裤，啊边仔个有一条线呢。你讲个小，啊，佫有较细，小明显啊，这伤济。迄个老师你毋通先进哦，我无你讲你哦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大家拢会感觉讲做台语的专业，大家对即个权威的想象拢是查甫的，啊，可能有血的老师，所以即马出现一个少年囡仔，是查某的，看起来画面佫用甲花巴里鸟，你感觉讲这样无正经啊？奇怪啊，倒位来囡仔呢？配搭啦，雄雄走出来讲家台语，讲台语是创啥啦？明明我讲的比食盐更较济无来，我讲的比你食盐，我讲的台语比食盐更较济。伊可能食盐足少，因为伊较少年，你爱讲伊食米，然后伊食米。对，所以就是即个部分一直会互感觉讲啊，我感觉应该是安怎啦，啊，你讲迄毋对啦，应该是安怎。其实我伫演讲的现场，直接去用挑战。对，重点是我开字典要甲伊讲的时阵，伊人已经直接离开，啥物直接走去。伊感觉讲我后壁教，安尼，安尼就呛一句就离开安尼。伊就呛讲。啊，阮无安尼讲啦，阮自细汉到大汉无听过这，啊，毋过我会记得迄是一个足素常的事，真正足素常的，就是哈，每一个地方无共嘛，对，我就想讲，我先莫甲我的节奏拍断，我讲我等下查字典互你看，啊，我开始查的时阵，全部人拢有看到我讲的真正字典有收，真正有迄个数，真正有迄个数，迄人伊无去啊。对，我就想讲是安怎，大家会对即件代志遮尔受气。我就开始咧做即件代志，就是甲台语有关系代志时阵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吼，即个语言啊，伊有足济咱台湾人的咩啊讲，足济固有印象，对，啊，佫有足济误准，佫有迄种毋甘，啊，佫有迄种惊伊消息，等等的遮个情绪里内底，所以大家拢足惊你后白讲的。足惊你讲毋对诶，足惊你后壁教诶，对啊，用即种心态，变做讲我会一直去互挑战。其实我对于我诶物件敢是正确，即件代志我比大家人更较要求诶啦。对，而且我感觉真正因为即个角色，所以我去体会到足济，就是可能普遍女性伫社会上会拄着诶一寡问题。我以早真正无即种感觉，对，我以早无迄种会感觉讲哦，就是大家会自然感觉讲哦。查某讲的哪像就是较袂人有去怀疑，对。啊，查某讲的讲哈，敢有影咧？后壁留话就一大堆要开始甲你教的人啊。对，就是遮的物件拢是我感觉拢是一寡社会的一寡刻板印象，甲一寡惯势。但是我必须爱甲你讲一件代志，所以我就无想要甲你学了，毕竟咱有心肝。但是就是网络面顶有写讲因就是学了你。啊，个阿东啊，我咧甲你叫啊吼，因讲就是恁两个人，就是无论对方用啥物歹听话，还是啥物字，你拢会足有耐心的甲伊解说。我本来想讲，拜托，迄妹仔一定毋是啦，伊可能是背后已经已经是假有耐心无已经。我老公就已经拍迄个拍字拍甲吼，迄个我音无拢拍去，手机已经凹甲变一个V形啊！你知影？手机迄字拢叫我拍甲破去。keyboard 已经减几啊粒啊！无，因为你讲做有耐心的，伊讲恁真正就是有伫推捒遐个人，拢是做认真的想要解说甲互人知影。对，因为我甲你讲，遐会来冤家的人，因可能毋是上在意的人。我老实讲，因为网络顶有足侪人，伊用网络的心态是，我去黑白骂人。对，我毋管我看到你，我插你什物台语，还是什物议题、凊彩，我就是甲你黑白骂。对，所以你袂当甲遮个人认真，你要讲的代志是要互遐看到，拄啊好看到的人，中性的人看。对，就是伊可能拄啊好看到，伊嘛甲我讲，对啊，啊是安怎台语要叫做台语，可能即个议题，伊就去看，哦，原来恁的讲法是安尼，原来有一寡文献以早是安怎，对，所以遮个物件是爱好好去解说。这我嘛是伫其他的人身躯顶学着，因为我发现一件代志，就是你咧讲一寡议题的时阵，你爱足有耐心，一直讲你共款的故事，还是共款的即个理路，你可能要讲100届以上。对，而且你要有耐心，袂当就是一寡战术的风。对，虽然讲我甲你讲，我即马已经较迄落记赞袂掉啊。对，你迄战术的迄个气就要走出来咧。已经真个记赞袂掉就是安尼拍影片来解说是上好的方法。对，因为我就是想讲，我拍影片啊，大家会当一个大影片讲，你若是去看，嘿，你有耐心，你真正想要了解，你去看，你一定会
得到你需要的物件。对，想要知影的答案。啊，若其他吼有诶来乱的啦，来骂你讲迄落你生做啥物款的啦，你头毛啥物色的啦，你穿啥物衫即种来甲你骂。即种我就会用迄落较咩讲，较小诶，甲会会，较家己嘿，对，较小诶，我就会调工讲互伊迄落，讲互好笑诶安尼。对，甲有共款啊。像阮昨伫咧吹面顶，吹是啥物意思？我知影吹，我知影。吹，我讲歹念啊。阮伫咧吹面顶，就有人讲，就是介绍讲学台语有啥。啊，伊就讲阮台语台迄 YouTube 毋知是安怎，就是拢点下入去，我就甲伊回一个，阮用魔法保护，啊，我就回一个。网友讲你脑大呢？对啊，就是有时阵好笑的嘛是当笑甲回，啊有时阵若是真正大家咧讨论的时候，我会感觉讲。我认真讲，因为咱若是态度歹，其实你黑白想啦，你伫路边看到一个态度对你足歹的人，伊直甲你骂，你敢会想要听伊讲话？你会说袂爽的，我想讲伊咧讲啥已经无重要啊。对，你就是一个足白跳的感觉尔。所以若是咱真正要来做遮个代志，要想要甲大家讲清楚你的想法，你绝对袂当先。共骂啦，对啊，就像阮之前就伫咧节目内底一直分享一个观念，就是讲，我个人伫咧台湾无啥爱讲英语，但是我出国也是创啥，我拢会一直伫遐我袂讲。当然啊，因为就是我今日我讲我巴肚枵，我甲外国人讲我hungry，因会感觉讲伊知影你要创啥，啊台湾人甲你讲，毋是，你的主词。你迄副词，I'm hungry， 你要讲出来 ，I want to eat， 你迄个 want，I don't care， 对 ，I don't care， 还是创啥？伊就是就是讲你的迄个词，因会开始纠正你讲什么，你会记什么，但是外国人也讲啊，阮虽然是外国人，啊，阮可能自细汉讲英语，但是其实阮的语法其实嘛无好。对，重点是沟通。对，啊，所以我就讲，就是语言这种物件，你就是爱加讲、加练。啊，阮即摆就阮的听众真诶有，伊讲吼，伊就是自一工开始，拄去买物件，加讲一句台语。练了，伊感觉讲，伊即摆已经开始会使讲5句。对啊，真正。这样就是安尼啊，你就是你袂当因为安尼，你随去吼，你今日想要学一个物件，你随讲一句，你去互纠正；随讲一句，你去互纠正。对，拜托，台语就是安尼死了。啊，毋过足惊伊是歹诶传落来，就是毋对诶传落来。对，所以。我完全能了解迄种想要甲人讲，你安尼讲毋对，其实是安怎即种心情。所以即种心情我会当理解了，咱重要的就是你的态度。因为我感觉毋是讲无要接受，是你的态度若是好好啊甲我讲，像你若是私底下你甲我迄落私讯甲我讲，妹啊，你倒位讲毋对，我接到做者即种诶，我就感觉感谢你甲我讲，多谢，啥物字写毋对多谢你甲我讲，我真正无。我一刚写毋对字，我爱回去咧。阮这个念毋对，阮一刚刚是咧。对，啊，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讲，若是别人讲你一句毋对，你就无爱讲，表示你真正无遮尔想要讲啦。我老实讲。对，因为像讲咱若是为着像讲我做介意日本的名称，所以我去学日语。啊，毋过迄个时阵我日语就算讲无好，因为我上介意迄个名称，我嘛是会继续学落去。对，所以我感觉这两边的心态，重点拢是你家己到底要爱啥物。对，敢会向甲即个节目用甲迄落伤。认真啊！阮本来是一个认真的节目，你知影什么意思？你知影啥物态度？你知影啥物态度？要玩家啊！总统要玩家啊！听种朋友想要等你，听种朋友想要听的就是节目。先回去咧，咱顶一集，阮两个受激动，我讲着就是迄个人讲的是一个理由，我伤激动，我讲做理由。伊个对我讲一遍啊，理由，伊是一个理由簿，所以我有小可疑问。伊有一个疑问，但是伊是佮甲我定录一遍，伊嘛不爱甲我讲，我会使佮定录一遍啊。啥物意思？你遮啥？是咧，调工就对啦。是咧，我会过来要问。哎哟，就是你阿亚比敢有无灵感的？无，你还袂问伊上感动的好嘛？上感动的。对啊，虽然咱要讲就是去用接义，去用一寡物件当作是可以有受到啥物互你感动的？对啊，有啥物就是，比如讲就是安尼，就是有啥物现象互你感觉讲，我一定要坚持。这是真正做济呢。我凊彩甲恁，我凊彩过来啊，过一条。我凊彩甲恁分享一个，像讲我若像6月啊、7月阵有一届活动主持转去台南，就有一个迄落大学生的阿弟啊，
走来甲我讲话，伊就专工走来讲，哇，伫边啊，吼听到你的声撞来呢，我毋知影原来你今仔日遮呢。伊就讲吼，因为伊足介意看我的节目的，伊嘛足介意讲台语的，伊自细汉因兜嘛是讲台语，毋过伊身躯边无即种都是看我的节目的，甲我讲哦，阁有即个世界，阁有人会甲伊共款介意讲台语的，即种的，对，即种回复，你是网络面顶上的好朋友就对。对，啊，雄离迄落现实出现惊一条安尼，对，啊，其他嘛有像讲，对，就是有一寡足侪迄种信息拢是写讲，伊原本完全看无，啊，看白话字的教学了，我有一个单元嘛，伊就看了，伊就开始会晓写白话字。因原本用华语写信息互我，到尾仔因全部写白话字互我。哇，嘿，就是安尼我就歹看。喂，对，就是讲其实若是想要学，一定是学会起来的。只是我感觉咱要对抗的是一个心态，就是这种难的本领反抗这问题。这种难的。听我明仔来讲一个我拄则本领反抗的代志，拄则迄哎哟啦。我等下来的时阵，对，我听着我讲，我看字有困难的时阵，伊就摕手机起来讲，拜托啦，拜托你用啊，你就是甲这拼音即个打入去啊，你创啊？我讲无爱无紧啊，无想要看，像安尼啦，我有学啦，我小可学啦，规人走怪呢，手机安尼别怪呢，惊死人呢，我心肝才动着，你搁离我才近着，对，啥物手机啊？对，因为是我毋知，做想要甲你讲，真正学会起来啦，你莫安尼放弃啦。我有伫学啦，迄心字啊。讲你啊，你搁写批来，搁写迄拼音吼，迄我有伫看啦，我有伫看啦，就是豆豆我开始吼，一定会晓的。啊，毋过因为咱即个社会、即个时代，我感觉真正速度伤紧，所以咱互咱家己的时间伤短啊。对啊，任何代志拢是需要时间的。我甲你讲，我白话字我是高中学的。高中毕业迄当学到即马已经超过10档啊！我即马较开始熟练。对啊，伊拄则互我一个时间讲，叫我过3年。我讲，但是我已经伫遮，你讲无紧，过3年你就会使。我甲你讲真正，你莫想讲哦，我1个月要学好，你啥嘛？3年后我2岁安尼。嘿啊，2岁搁少年啊，无代志啊。我嘛是18岁啦，无论你即个节目听几年了，知影我18。对嘛，所以讲其实咱生活，咱的人生搁遮尔长。对。是安怎咱拢一直咧，就是本能的反抗，一直讲啊，这我袂晓啦，啊，这我袂当啦，啊，这安那，你安尼永远无法度接受新的物件。像讲即摆科技 AI 好啊，即摆出来我嘛是足困扰，讲啊，这毋知要用呢，啥物的。毋过你想我即摆，我可能到70岁的阵 ，AI 伫咱的生活当中，可能已经4界拢是啊。普遍啊。啊，我已经足惯势啊。哦。对，所以你是安怎即摆对时代啦。对，你干嘛？我头拄毋知讲啥，你干嘛要？你创啥？是安怎要伫遮一直反抗？哦。对。好啦，除了数学以外，其他我尽量较莫反抗啦。对。但今天数学袂晓就是袂晓呢。袂晓，我嘛袂晓，无要紧。哎呀，你家要升级的话，对，袂无要紧，迄电脑会算啊。对。啊，着你莫拍毋着。我呢真感动呢。阮有一个网友，伊伫咧阮的 Apple Podcast 伊写讲，就是听阮的节目，啊，就想着伊细汉甲阿嬷咧困的时阵，做伙听哪里咯。啊。所以伊即摆拢是咧困之前听阮的节目。啊，这是伊第一届写的，第二届伊会讲阮伤吵，啊，笑一个困袂起。真正是安尼，伊可能迄听的时间吼，可以调整一下。对，小激动。所以阮即摆，我甲你讲，阮即摆上侪人收听就是迄无下班进前。一定是下班进前。叫要起笑的时阵，听阮伫遐学袂笑。叫要困去的时阵啊。对，偷听啦。偷听。上班时间听。咱感动的了啊，换你啊。好，安尼才来问讲，你敢有无灵感的时阵咧？其实啊，硬要做物件拢生会出来啦。你的行动有写啦，讲你这个月足忝的啦。对啦，我甲你讲重点是安怎，你家己敢毋满意啦？这才是重点啦。因为像讲，阮有时阵有足侪人像讲哦，好，请你甲我拍一支广告吼，啊，甲阮介绍即个产品，啥物的，我就一直想讲，好啦，我若是要直接咧摕咧讲啊，来即个产品安怎偌好拄偌好，当然嘛是会当做嘛。啊，我敢有啥物其他较有创意的方式？这就会卡掉的，对，所以讲，其实我就发现讲，要做代志吼，你要做一定做会了啦。重点是你家己敢有介意，对，是卡伫遮啦，对。啊，所以你若有无灵感的时阵，是你讲啊，
甲也无满意，你可能就是你爱先休困一下，你爱甲你变做空的，毋才有物件会入来，对，啊无你头壳内底伤侪物件，物件就无法度走出来安尼，这是对啦，我家己的感觉啦。就是无灵感的时阵爱休即摆开始我就要休困啊。你毋是只打开戏尔，你休困有够久啊哦！我应该休困1个月啊。原来是安尼，安尼你即摆应该做者灵感的哦。无啊，我1个月无啥，拢莫讲话。对，反正我感觉即种代志就是一个啊有啦，一个啊无啦，这是做正常的。你敢会伫休困的时阵，就想去做想要做啥物？哦，有啊，人拢安尼，人就是安尼。啊，若是迄落伤闲的时阵，佮开始迄落郁卒啊。对啊。啊，我拢无工课死啊！我即个人无路用啊。对啊，但是闲落来佫想讲啊，这我出去佚佗，才有灵感。出去佚佗想讲要放轻松，叫放轻松放慢，讲今天哪像在拍啥呢？哦，今天哪像在创啥呢？我来讲，咱会在创啥呢？安尼这毋是就是一个做好的，咩讲？这就是一个做好的循环啊。就是我感觉咱会当，我叫啥咧想变态？无啦，因为这是咱为像咱为迄落甲大自然学习，像讲海波浪安尼，一阵一阵来。要开始笑啊！人生经验。就开始哦！我调刚讲的呢。我拄仔想讲，我看咧感情，想我咱我著突然讲一句啊，结果我袂记你头一啊，拢是我甲伊个互关。我昨原本要讲海影，我调刚讲海波浪。我搁是你要唱咧。所以我伊就甲我 Q 啊，你来唱一下。我阮两个先看对方1秒，结果唱出来竟然是无共句，无共句。咁烂啊！阮4年来就是安尼啦。反正咱的这灵感就是安尼。对，一波一波，一个来，一个摕，啊，这就是甲咱的日常生活，甲做一个代志，其实拢是共款的，就是起起落落啦。重点就是我愈来愈接受这个状况，因为以早伤济的时阵，你会做痛苦的；伤少的时阵，你嘛做郁卒的。对，啊，我即马就感觉讲，其实无代志啊，就无做也袂安那。但是人会讲，就是你开始有灵感，毋是讲是你你做有兴趣的物件，做工课的时阵，你会开始讨厌这个兴趣。你有听过这句？我有听过。所以你即摆哪像就是你做你的兴趣。对，我一直拢在做我的兴趣，我从来无食人头路过。我讲实在，我连做线工都无。对，所以有啦，因爸爸互伊钱啊，我顶一集毋是讲，是我互阮爸钱啦。我顶啦，我顶啦，我等下无互你钱啊。喂，我是讲，所以头先是问啥物啊？你啊乱去兴趣做工课，所以你若是甲兴趣变做工课，啊，毋过你变做讨厌即个代志，表示你做工课的模式有问题。啥？你做工课的模式？所以你毋是迄派的呢。我之前甲人讲的时阵，伊讲表示你对即个兴趣毋是真的爱。毋是，你绝对有爱啊！无你想要啥，咱会想要甲伊当做工课。问题是你工课的模式你爱调整，你爱去找你适合的。因为我甲伊讲，因为足侪人拢做爱讲一寡话，你会感觉讲哦，全部人拢爱信即句，啊，毋过其实逐个人的特质，逐个人的特质无共。像讲我甲伊讲，我一直咧怀疑我家己有 ADD， 就是迄个注意力不集中。我做代志的方式是缓的咧做的。你刚才我的意思就是，我毋是一件代志做了，接后一件，毋是哦，我是对，我甲伊讲，这真正做逼人的，我就是。你应该是分散型的，共一个时间就是你才做，想着啥就哪做。对，所以这嘛是搞共款。这叫做吼，其实是互头壳会搁较侪负担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我即种人就是需要较侪负担。你先答应我一个代志，伫节目面顶答应我一个代志。你讲，你等去就随甲我做 MBTI。后一集阮就要讲，你看，有啦，我有做。我若要讲，你看即项的人，我来讲，就是代表阿佑啦，阿佑，我以为叫阿佑。好啦，拢会使。我来讲阿佑啦，伊就是安尼，我即项就是安尼，所以你看伊做代志就是安尼，对吧？你看，阮就是告诉你，就是阮后一季，毋是后一集，是后一季。好，我等下就传互你。好，我等下随做。反正我就是意思就是讲吼，你爱去找着你适合的做工课的模式，毋是全部的人拢是爱安尼一项做过一项。我就是定咧写脚本写到一半，走去录物件，别人会感觉。妹妹有够乖的无？真是一个乖囡仔呢。主管啊，检讨一下主管。我是为细汉就安尼训练的。我细汉是一边写功课，一边食饭，一边看电视。袂使呢，我细汉去用拍呢。我就是食饭啊，拢安尼啊，看电视啊。我甲你讲，我伫拢安尼，我毋是去钓男女的。咱今日节目就到这。
感谢大家收听，好礼拜。喂，你这个嘿，喂，阮迄之前有一个来宾，伊也是翻译啊，个出册啊，阮问讲你安怎学的？就家己转去读咧，看看一个就会晓。是啊，看者哈，你有啥物技巧？就是看看。好，谢谢哈，咱这节目到这就结束了。对啦，毋是啦，我是要来鼓励大家的呢。我无听出来呢，毋是，我真正是要鼓励大家。咱心肝无透开，佫愈改愈大。我是啊，我就是其实咱大家人的能力一定拢有够，绝对是有够，绝对无啥物无够的所在，是你用毋着啊。无法度，就是照你的能力来使用。对，所以讲，像他主要讲迄个做工课，若是兴趣，我感觉这完全无问题。对，真正的，就是但是要找到适合的方式啊。对，啊个有就是讲，你莫感觉，若是爱做工课，你就一定爱做到啥物程度。你才是完整，你才是上水、上对的安尼。其实我感觉这件代志就是标准，这件代志，就是我嘛是一直咧学习，是家己定的，是家己定的，爱帮家己刷，真正的，真正的。尤其是你代志愈来愈侪的时阵，你若是标准拢遮暗，你就是放下啦，你规个人诶，真正诶，感觉做无快乐诶。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好啦，我需要休困一下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我诶兴趣是啥。我嘛知影我适合啥，你知影？什么？我适合卖做工课。你真了解我咧，你真了解我咧。敢袂迄个我来即句了，即个节目就袂过迄个。我白白休困啦，我白白休困就朋友。对啊，迄阿优甲我鼓励，阿优甲我做三季差不多啊，吼。伊老爸互伊遐济自由，伊嘛互我做济自由诶。搁要牵起老爸。阿优收你还记咧？对，我诶口罩等下会互你。恐怖，要来酸啊！好啊，即集虽然吼无迄工商服务，无咱来讲一寡必心好啊，必心。什么代志？避免辛苦诶所在。我想问讲就是东吹西啊。嗨。阮想讲就是你逐工一句了，就无过来甲阮合作啊，可能就是有啥物代志。无啦，莫小孩。有真来事，嘛是安尼家讲，无啦，讲出来，可能是一寡安排部分啦。但是过来你哪会想讲？就是我拄则问你啊，就是你是一个导演，甲编剧，即哪会就是来做阮这外景的节目？头先有讲就是其实我电影迄阵我是表演组的，所以佮加上我自细汉就是有一个故事，咱甲恁分享，就是有一工，你搁要讲故事就是有一，就是迄个我以前细汉阵一直讲话，伤高铁啊。阮妈有一工甲我讲，你敢袂当拜托？5分钟就好，你互妈妈安静者，莫讲话啊。就是异形的啊。我就讲，我无爱啦。收大声，无即种物件啊。迄若无诶物件，莫下遮讲。毋通勉强家己。对啦，所以迄个阵，阮妈就讲即个以后靠食饭趁钱诶啦。靠一支嘴，不是靠食饭趁钱。我想讲靠食饭趁钱是大胃王了，对啊。讲话趁钱啦。你真想让你枵啊晓啦，小可啦。我是嘛做枵诶啦。靠讲话趁钱诶，对啊，所以尾啊，迄个制作人找我去主持外景，就讲袂歹，我做爱佚佗诶，世界接触人啊。对，我是介意甲人开讲。对，所以即个工课听起来袂歹哦。但是我看你安尼看起来白白啊、水水啊，敢会惊拍人？外景拢爱拍人呢，嘛是拍到要死呢。台南人佫会惊拍人，嘛是拍到要死，真正诶。毋过嘛是要怎讲啊？就是挡拍哥嘛是爱甲顾起哩啦，挡拍哥啊，防晒啦。挡拍哥，挡拍哥，对。其他其实嘛无，我感觉主要拍毋是重点，主要是一直流汗，即个我较困扰。我真正有时阵会甲淡去诶。你讲第一集诶时阵，你长期有伫遐哭，后来刚佫有哭，认真气者你哭，后来就是无认真，所以就免哭。后来就是愈来愈熟啊啦。熟手了就免哭，熟手了你就压力袂遮大啦。可能嘛是心内会感觉今日表现无介好，就是伤忝嘛，迄话就是无反应无好啊，是啥物的嘛是会。毋过即摆愈来愈迄个压力就较袂遮大，就是较知影讲刷来咱会当安怎做，来安怎接，对。像我即摆就是做，怎讲？我即摆有一个专长，
就是我随时会当甲路边的阿姨阿伯开讲，哦，嘿，因拢做海口开讲诶，啊，我就开始会当甲因伫遐拍拉凉安尼，对，啊，你都住伫遮哦，你的伊人啊，又可是我，啊，你伫遮住偌久啊？我这恁兜诶哦，但是我讲我是爱人，别人嘛不爱相信啊。对，真正看袂出来，这本地就毋是外口看会出来，是家己诶部分。我今日有甲伊讲啊，我迄天有讲，阮顶礼拜有讲啊，但是 MBTI 这种物件是会变动诶，甲体人共款，无毋对，甲体人共款会愈来逐个愈人诶性格会变动，像讲我咱顶一句讲诶，就是做物件了，你开始发现我诶一寡其他诶面相会走出来，所以我感觉熟悉家己即件代志，真正会当算一世人，这就是我即摆咧算诶代志安尼。哇哦，对。好好啦，佮大家用甲不甲伤认真啊，歹势啦。唱歌，心连心唱歌啊！咧歌声查某囝无唱一两句啊，歌声是毋是讲袂过啊？真正佮要唱一条歌哦。对啊，喏，袂使啊。有影哦，你著要领钱啊，袂唱歌。你即摆啥物无做代志，你钱摕袂着。我唱，有钱能，为了钱诶部分。我唱，等。敢真正有试一下弹唱？有啦，毋过我即摆咧想，我原本是唱啥？我的心。无咱先来倒唱山上。月仔为朋友咯，噔，我总请你洗酒加饮啊，我的名小妹即阵是大呼声，啊要来念歌，互恁来听伊。噔，咦！好帅好佳哉有想出来。我等足久诶，我想你等下若想袂出来，我会甲你讲，你看，就是讲歌声查某囝嘛无。我已经想好后壁要讲啥啊？爸爸，我唱了啊啦！但爸爸袂使听，我刚智能直播声是爸爸听，爸爸会起笑。伤差，好啦，今日真正是欢喜邀请你来啦。多谢。我是毋知影性格有拍开。就是应该是会使以后可能吼表面上暂时佫会使合作。表面上啦，我会加减甲你小借问啦。好啦，谢谢啦，连讲啊，看时阵就哎呦，你来唱歌咧。对，咱但是看到伊就袂甲讲，哎呦，接着啊，总算哦，算3点钟啊，总算会使成功一届啊。收尾啦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